物件开始。好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注意抓紧，咪好。我甲你讲哦，即摆重点是大家要紧拍的，啊，甲你的手安尼哦，保护你的头。啊，要头的吼。哦，大家拢做得真好，袂歹。即摆演练结束。哦，来，小朋友来到头前。我的小。这块刀啊，因那死人命。小朋友做了真好的呢。啊，即摆我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东门熊战队。好，啊，自我介绍你是。我是永贤，我是阿胡，我是阿安，我是阿根。你好。四位小朋友，啊，拄则咱已经练习，拄着在地动时阵要安怎保护家己，刷落来重点是。我想要请问恁敢有这救生包？救生包敢若放伫遐救生包，放伫遐肥料遐，哎呦，沙包遐。对，哎，差不多放伫遐。等一下啦，救生包足重要，这拄着危险就爱随摕出来，你放这里，是拍摕所在。哦。是讲你内底是底衫啊，这是重啦。卡棒啊！来吼，倒摕一个，你互因看觅阮救生包内底到底底啥？这艋舺是艋舺是啥个啊？放教我的。哈，你的？系啊，试一下。我是讲哦，无聊的时阵就猛看啊。你救生嗰啲啊无聊的时阵猛看。啊，一定哦，就提讲的啊，就无聊。反正你多缀伫个椅仔架多通啊摕册都来变。就无聊的。啊，迄更多头入来，都照着你的艋舺。对啊。你又开始读册。这款是啥？这款防水啊！你就好白，防水像的啊，防水。防水像的。防水我的，因为哦，有当时地动。介意说。不是我无介意，迄是想要洗，佫无通啊洗的时阵，行来臭，我是讲喷到芳芳。这是啥的？这专辑我的啦。你的哦。嘿，我来讲，因为吼，我一个人啊，也是漂亮的时阵，我会惊无聊啊，所以吼，我有炸这非常了不起的专辑，迄蔡昌宪吼，甲咪咪对顶唱。我甲你讲，这哦，救生包主要是吼，咱拄着咧地动拄着危险时阵吼，要安怎保护家己？啊，歹仔一定要选这种双边的，啊，这吼重量才会当平均，啊，行的时阵哦较轻松，啊，嘛会当哦带搁较济物件。你这物件拢袂用的，我即摆甲恁教讲，救生包到底是要炸什么物件？救生包主要就是要准备食的物件。食的物件。食的物件。请问小朋友，手电啊，是安怎要准备这手电啊？因为阮爱找路，无电。停电啦。停电的时阵爱找路、找物件的时阵，就爱用这手电啊。你讲了真好哦。后一个，BB 啊，就是互人知影你伫倒位。互人知影你伫倒位，讲了真好。有当时花规百步拢无人听到。好熟悉啊！好熟悉啊！其实手电嘛是会当了解啦。互人知影我伫遮，有闪光灯闪安尼。对，行动电源。啥物人知影？手机啊充电，互人别人来去救。手机啊充电，你会当敲电话叫别人来甲你救啦。对啦，乡若无电会使用到啦。对啦。甲外口的人联络。几个工啊，对无？好，后一个，这是摊啊。这摊啊。这摊啊，这是专业的。有时阵地动发生伫咧冬天啊，足寒的时阵，咱就当用这摊啊，甲家己包掉的，才袂失温。无这专业的嘛，袂要紧，你当用一般。无穿衫啊，啥的。是讲准你拄食迄救生包，你是放偌久啊？差不多放三冬、4冬啦。三冬袂用的啦，我甲你讲，这救生包半年要检查一届，小朋友你敢知影是安怎爱检查？因为阮爱知物件有过期无？过期无？搁有无？行动电源爱充电。对啊，因为迄行动电源有当时你啊，足久无用伊嘛会无电啊。这物件可能都会害去啦。是讲准你有今仔日咧，你教遮尔济在地动的知识，煞啦，应该知影阮要创啥物吼？我知影。安怎？骗人行。对，行。免啊！免你免哦。刷个骗人啦！唔是啦，你
就是要带阮去买德兴包的物件。多想帮我叫替你准备好啊。一卡讲有甲阮三个人诶我。跟你讲，你三人有够啦，啊算了，你两个替我准备包装，阮来摕啦。好啦好啦，卖完卖完好卖完，好卖完，今仔日就互因摕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无因教这地些教你啊，这些辛苦着，咱嘛有吸收着啊，所以咱嘛爱行因一个认证，好，对吧？恁来摕啊，准备好啊未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林大家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如母如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即摆要来耍图，有看到迄幅图，爱甲抄出来，甲刷出来，哦，尽量刷，啊，毋过爱讲出感恩的字。诶，爱人世界，要认识一个无？嗯，免有自信哦。真有自信，真好。我改你这个欺骗，拜拜。我是hen哥，哦，你是hen哥，你是hen哥你是hen哥。来来来，唔免叫彩排啊。安怎摕到大片？好好好，刷到4块就1块大片，若是8块拢对，就2块大片。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，哎，对。好来讲，来来讲，来，感恩呢？爱爱，什么爱？对，你也爱吼，刷来我就爱你。哎，爱，好，爱好，嘿，得对，好来，来，请刷图。阿贤加油哦，贤哥，靠你啊！暗暗时，对，啊，有讲了真好啊，来，请刷图。你看有讲就有机会嘛，对不一定对？要讲出来。哎，中间的对，有时间哈，有时间的限制。好，来。来讲，讲人家贵，对，请刷图。哎，袂歹哦，哦，要过，好，烟，安全对哦。好。哎呦，赞！来，请刷图。阿母，哎对，搞了就没干啊，讲。来讲，哦谢对。来，阿公，我写个样样，最后节，哇，哎，小朋友来讲，哇！阿公袂歹哦。阿公规个人开讲啊，你知道？算后壁这3题拢伊讲的。即摆要来复习哦。烟 ，IAN，烟，烟，烟，神，烟，sen，生对，生嘛是，人生生，真，真，天，真的嘛是，天到有。天嘛是，嘛是讲真侪字出来哦，袂歹，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题拢对，来2块大片。你去，大屁大车甲念出来，你提啥哦？去摕啊，莫客气啊。大车甲念出来。小米，温暖甲美哦，鞋。来大屁你。真好，啊，凊彩打拢会用的哦，等下当刷位好。来，骑去弯位。来讲，阿公来食。哇，第一关2块大片，算摕了袂歹啦，摕了袂歹的分数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赢袂噶！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扔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好，新入来的囡仔兄囡仔姊要来挑战这关，有看到顶头的字无？敢有看到？爱讲出有这个字的词哦。数，嘿，有真济，恁即摆通啊哪想？想者。有哦，应该有一寡词伫咧你的头壳内底啊。有啦，一块加2个尔。哦，安尼真简单啦。啊，毋是靠你啊你。自信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咱6题通摕1块大片，12题通摕2题。
恁若是2题摕到，哦，加上迄2题已经是有4题啊。是的啊呢。加油哦！有信不信无？有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，再手分数，就来哦。阿贤拢会用的哦。来，阿贤拢阿贤会用的哦。亲手节，凊彩手节。车是路拢会用的，车嘛就简单的。阿贤就在哦，很够搞哦。哦，来，车，回车，车路，车咯，卡扎车，那赞，机车。机车好。你甲你骂对啦，啊。来手分数，车，耳朵摆，就爱慢慢拉骑。哎呦，哦，路嘛会用的，路足多啊。哎马路啊，来会用来啊。来，山路啊。路路是啥嘛？路是人行出来，路是人行出来，马路、山路啊。有的路长，有的路短。千万唔通行底路。靠啊！好来，路，马路，马路，山路，山路，路口，路口，三个字的，路三个字的，什么路？路中，路中好水。路中啊！来，咱袂当徛在路中，这危险。 bonus 来，我想看卖 bonus 要去倒位好啊？较远的，诶，较远的行，行，行有三音哦，来手分数，行，停，行，三个字，三音拢会用。行出。诶，讨论的哦，讨论的，对啊。要摕一个以后恁坐无？好，来，请讲，行路，行路，行去，行去好，路行，什么行？来行啦，搁一届，来行，哎好，行出状元。哦，真是对啦，哎呦好啦。 ，bonus 摕到啊！哎对咧，bonus 叫恁摕去啊啦。简单就好啊。我讲较大声，讲较大声。我别个啦，稳啦，行行稳好来啦，我讲车车车顶，想看麦，想看麦，想看麦，车好，车好，车队，车队，车队，好车队好，车七，滚上车。好不错来，哇，迄车其实嘛足济的，客停车。袂当个讲，来稳去稳啦，稳无人讲着，试看卖稳一下，啊，时间要过啊，时要间要过啊教安尼，有就好啊。啊有了啊，稳去啊，啊很个啊，就听话啦，稳出啊，好稳去，稳去。稳去。哎呦，哎，真侪题哦，表现得袂歹呢。无咱来用迄 bonus 迄题来复习。好，伊通讲行、行，啊甲行，来行踪，行踪，行踪，你的行踪不明，啊个有行政啊，对无？行政，啊，搁有行政，行为，行行为。为啊，你手机是。感觉有通行，啊通对行，赞。啊恁会甲钱寄喺倒位？银行，嘿，银行，哎，我无想要看，我无想要报，结婚的呢？家己去摕家己去摕啊来。 16题啦，啊两题大屁股加上一个 bonus 3题，紧去摕，紧去摕。摕三地来啦。摕着啥？大声甲念出来哦。你摕啥？你拣啥地？红金，龟哦，好，啊，甲另外尾乌，嘿，啊个有无？个一个马祖鱼，妈祖鱼，马祖鱼，个一个树干啊，树夹啊，好来，哎，你真正手运气足好，哎运气真好哦。五题啊啊，毋呢，过咱会摕着保障无？啊，无歹感觉讲啦，歹讲就。歹讲的啦。哎呀，上尾关哦，咱派出这上困难的，上困难嘞，上这个高算的，关卡，嘿，上高算的。卖个好考试。来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一对卡。啥人无共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共款的人掠出来。嘿嘿，探险队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你卖遮尔可以啊，迄笑伊。啥人无共款？今日派出的
是咱的洪小姐，哦，上巧红小姐，上巧啊，目前是哦，伫咧大幸福排名第1名的啦。第一名，对对对。上尾，刚刚我一个人咧排名。好，恁拢知安怎算哦？恁伫咧学校，还是伫咧恁家己咧佚佗的时阵，敢捌算过即个游戏？有。有吼，就是尽量去讲啦。嗯，一定爱符合你抽到的即个主题，哦，袂使讲甲伤过远，吧，讲伤远会去互发现。嗯所以恁家己摘咯。嗯，好，来，请抽牌。来，摆啊来啊！你什么物件？唔好叫边仔看到，唔好叫边仔看到。哎，还笑。这边笑啦。哦，你知影啥吼？哦，到底是啥物啊？好，来好好看一下哦。势哦吼。来，你也放去你啊。来，看好个牌插去。哎，你这若无这图，我可能嘛唔知这是啥。来，小人无共款，咱即马随便来进行第1轮，第1位请讲。一种冰，一种冰哦，一直接就抢出来，你是一种冰，嘿，看你讲啦。一种冰。来，第2位请讲。有一支签嘛，哦，一支签啊，支签啊。诶，好，第3位请讲。嘉义会足寒的，嘉义的足寒，你食的时阵足寒足冷的啦。食的足寒。有诶，好，来，诶，有诶。好，来，诶，哦，这食速度爱准美。爱食足紧。爱食就紧。哦，安尼我甲恁整理一下。第一位讲一种冰，哎，抢出来。第2位讲的，伊讲有一支签啊。签啊。第3位讲哦，伊食的时阵会足寒。洪小琴讲，爱食足紧。来，小想一个，随来进行第2轮。第2轮第1位，请讲。足侪口味，好，足侪口味的。对，诶，伊不哩啊甲我讲呢。你就甲我真讲，正足侪口味的。这是口味的。来，第2位，请讲。囡仔家己食，囡仔介意食的。哦，是啊。是。来，第3位，请讲。热天足食食，热天。好，热天就接食。嗯，来，上尾就你呀，莫搁笑啊！看你搁笑会出来，你较认真的，你要甲分数秀起来啦。便利超商拢会买1送1。有哎，哦，有时阵有哦，啊便利超商哦，大人的时阵，对，好，买一支送一支。咱先过来哦，是不是咧？好习好好好。听看卖恁头先讲的是啥？来，第1位你先讲。一号讲的呢，伊是一种冰，伊有真侪口味。 2号讲的，伊讲有一支签啊，囡仔足介意食的。第3个小朋友讲哦，食伊的时阵会足寒的，啊热天定定食。哦，洪小琴讲的，爱食足紧的，便利商店会买1送1。想好哦。想看嘛像我怪讲怪哦。小人无共款的时阵，才甲迄个人算出来。拢想好，来，小人无共款。惨嘛，惨嘛，啊，大姐快点。惨嘛！哎呀，妹！高胜的呢。好，咱有3个人共款的，3个人共款的是鸡仔饼，鸡仔标。唯一无共款的是罗勒冰。来，罗勒冰野手， 4号。哎呀，来你计出来看卖，人安怎斗的啊？来，哎，你家己看。伊真正是点点食沙瓦公呢，足高胜的咧，啊嘛足好来，用。我真正最想要问的，啊，谁让你选2号？是啊，因为讲有一支签嘛。哦你刚啊，你感觉其他的人拢是罗勒冰哦？嘿，我想讲伊甲我是甲因共款，无你家己想看嘛，迄一号讲一种冰嘛，足侪口味，啊罗勒冰嘛是啊，哦，哎对啦，其实你安尼算嘛有道理啊。这敢我的问题？好啦，唔是你的问题啦，快点啦！这是分数的问题， 3比0，分数的问题。 3分比0分，哦，这有够算啊啦！2块大片家己去摕，你去摕啊，拢用摕了了啦。摕一大片大小就拿出来。我甲伊讲，我去摕干嘛？咩啊？要讲哎，这真正无用，其实因讲对，了拢讲袂歹。当刷来啊！好，来家。我一直互人感冒就讲的，吼，我不爱生这样。咱的保障可能已经摕了了。无得靠哦。无得卡，真歹讲，到底敢摕到保障呢，
引来个。哇，红摕七地去啦！想讲因一开始安尼点点，避暑，唔敢较讲话歹。势讲，想要到七地向摕去。哎呀，无简单哦。咱每当安尼看尔无嘿对。啊，应该免耍啦。我感觉运气好就是吼，你飞落拄到这空，迄运气就好，迄才是运气好啊。无彩讲，无使讲，好啦。飞了。啊，你有想要耍位无？应该免耍，免耍你带。安怎耍就是坑你啊！这样转我爱礼貌问一个啊啊，。伊真正要耍呢？花位，你别说看也啊，开毋是迄种耍位。伊是哦，伊是要哦。伊看伊坑真正无爽快啦。系啊。决定安尼吼。好，阿安，手先甲换咧。我讲请飞的时阵才飞，而且你要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知哦？啊，较大力哦。头先有食饱无？有有。后来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飞。我快滚班啊！多过较正，过来过来，过来啊！哇！来，这边来加，救命阿啊！安，运气无够好，无着这空啊！好啦，容易真啦，会安尼啊？通啊着这个哇，迷你嘎嘎哦，家己做的嘎嘎哦，迷你嘎嘎这机械模型吼，伊会当吼变差不多8种。 8种的造型就对啊。哦，你平常是有到这嘎嘎，像是乐高迄种，敢有？我有。有啊。有啊。哦，安尼你好啦。若想要逐礼拜拢会当变。看身啊，你就搁家己变一哦，个。刚挖起变来。对啊。好，安尼宝藏嘛叫恁摕去啊，分享者，今仔日参与的心情啥款？紧张。紧张较济啊，啊，即马无变欢喜较济。嘛是咧紧张哦。莫去改变啊！哦，那个较变好了好了，来后一位阿公，你的心情啥款？欢喜。欢喜啊！恒哥，开始的时我是紧张，即马是足欢喜。对啊，你看伊到即马话讲了哇，真顺啊，顺起来啊开啊啦，真好啊，福利咧，这好耍。真好耍，嗯水啦，希望你通继续讲台语，继续练，啊后一抓来到这大声甲台语念出来，好唔好？好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